讀書已經唔再睇分數，只要你有一個高層次嘅父母，專業隨便選，學校隨便讀。嗱，呢幾日咧，長沙教育局召開中考中招制度改革嘅新聞發佈會。喺2025年起，高層次人才嘅子女咧享受教育優待，實行單列，唔再納入統招嘅計劃。嗱，咁樣係咩意思呢？我自己讀書少，只能夠咧就係睇網友嘅解讀。網友解讀話，如果我係教育局嘅局長，因為我係高層次嘅人才，所以將來我個仔咧亦都會係教育局嘅局長。因為唔使考試，咁又因為我個仔係教育局局長，係高層次嘅人才，所以將來我個孫呢亦都唔使考試嘅，直接就係教育局局長。只要我係高層次嘅人才，使 Q 考試。同樣道理，假如我老豆呢係大老細，我使 Q 同你啲人9年義務教育坐埋一齊。我平時 happy 快樂，只要年齡一夠呢，我中意上清華，上北大就北大。你有你駝晒背，近晒時去讀書去考試。只要我老豆係大老細，係高層次嘅人才，我做乜都得。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受教育嘅權利，公民不分民族、種族、性別、職業、財產狀況、宗教信仰等，依法享有平等嘅受教育機會。咁長沙呢個同志究竟係搞咩家伙呢？亦都有個網友話呢條友喺度搞特殊，夠膽喺個公然挑戰國家嘅法律同埋無視人民利益嘅底線。我自己覺得呢，有一部分人有優先嘅教育待遇呢係應該嘅，就好似係烈士嘅仔女，同埋對國家對人民有重大貢獻嘅科學家，就好似錢學森啊、錢三強啊、袁隆平啊，佢哋嗰啲仔女甚至係孫輩受到優先教學嘅優待。我相信呢，好多人民呢係冇嘢講嘅，佢哋受得起。但係呢，你所謂嘅高層次人才，你受之有愧。教育面前應該係一律平等。